家好，我就开始今仔日咱的主题。今仔日题目是流行感冒。流行感冒，甲咱之前有讲过，有一个主题感冒，会当讲是真像啦，毋过是无共款。那等下咱就解说讲到底是倒位是无共款的所在。流行感冒到底是啥物呢？流行感冒，简单讲就是一种病毒，伊叫做流行感冒病毒，伊引起的呼吸道感染，简称叫做流感，所以大家会讲着流感。流感若伫英语内底其实英语即两种病伊的名称较无共款。流感叫做 influenza。甲感冒虽然嘛有一个感，毋过感冒的英语叫做 common cold， 即 influenza 甲 common cold， 流感甲感冒其实是两种无共款的病。流行感冒的症头大部分即部分就甲感冒较相像，就是拢是顶呼吸道的症头，就是较顶悬那像鼻咽喉声大。会有痰会脑疼即款症头。有人嘛会加上一寡胃肠的症头，就讲有人会腹肚疼痛风小可落屎等等的即种症头。流感甲感冒有啥物无共款？流感甲感冒有一寡差不多的症头，嘛有真侪无共款的所在。就讲拄则有讲过，感冒是真侪种病毒，即咱会当复习，就是看顶摆咱讲感冒的迄段，像讲鼻病毒肠病毒腺病毒这拢是感冒的病毒。毋过流感就是干那一种病毒，即种病毒拢叫做流行感冒病毒。虽然讲流行感冒病毒嘛有足侪型，啥物 A 型、B 型、C 型，毋过伊是共一种病毒。症头举起来速度对感冒来讲是较慢，流感较紧。有当时顶部人好，下部人就开始先发烧，这是有可能的。讲到发烧流感会较济，尤其是大人若是着一般的感冒较少发烧。毋过着流感定定拢烧甲变叫。酸痛流感较会规身躯筋肉咧酸痛，毋过感冒较袂。讲到胃寒甲发烧其实定定会做伙，就是发烧是流感较济，胃寒嘛是流感会较济，拢是伫发烧的时阵感觉就冷的。人会神，流感嘛是会较济，感冒较少一点有的症头较轻。拍骹唱还是讲煞鼻脑疼即寡症头是伫感冒较济，流感毋是讲袂毋过比例较少。毋过胸坎会扎，这伫流感是会较济，头疼嘛是会较济，感冒较少。流感伊是一种病毒叫做流感病毒，这就是以前咱有的人若是读生物即相关的方面的，应该会学着微生物学。讲着病毒有足侪款伊的遗传物质伫流感病毒是 RNA 病毒 ，RNA 嘛叫做血糖血栓毋过较简单讲就是 RNA。流感病毒有4型4种型 A、B、C、D 这4型。毋过伫人内底上重要就是头2种，就是 A 甲 B。好A 型甲 B 型的流感伫人群内底较会流行。通常流感流行的季节是秋冬的时阵，秋冬季。毋过干那 A 型的流感会变做世界流行。因为即种病毒较厉害，尤其是伊产生新种病毒的时阵，就会拖甲规个世界，真侪人拢着，嘛真侪人会死亡，也是较死的人。B 就较袂。C 甲 D，C 型的流感伊的症头足轻的，较袂流行，有当时咱完全袂注意到伊的存在。D 型的主要是感染牛，较袂感染着人，所以
医学上就较无重要。啊，即种流感病毒啊，咱看正面啊，先看倒面，倒面是流感病毒伫电子显微镜下骹看到的影像。啊，正面就是即种病毒，咱知影讲，所有的生物，拢有分类，啊，这分类就是有界、门、纲、目、科、属、种，这两三四五六七种区分，安尼为较大的区分到愈来愈细，分做愈来愈幼。啊，伫病毒内底佫有一个领域，领域就是讲伊的遗传物质是倒一种，像讲伊是血糖病毒，就是血糖血栓，伊是 RNA 病毒，叫做 Riboviria。啊，伊的界是正血糖病毒，门是副血糖病毒，纲是反流感病毒，目是分节段病毒，啊科叫做正黏液病毒，属叫做 A 型流行性感冒病毒，啊种就叫做 A 型流感病毒。啊，所有的流感病毒拢是共一科的，拢是伫正黏液病毒科内底。好，啊，咱有当时会看到新闻咧报讲，最近咧流行的病毒，是啥物名？啥物 H3N2 啊，H5N1 啊，啊，这流感病毒到底是安怎咧号名的？这号名的规则是安怎？伊的规则是安尼，就是中这是一种病毒，这是一种 A 型流感病毒。咱上爱看讲，伊到底内底细胞核的遗传物质是啥物种类的？像讲伊是 A 型、B 型还是 C 型？伫人较重要就是 A 型甲 B 型，若是 A 型，啊，所以头一个伊的名就是会写 A，代表讲伊是流感病毒的 A 型流感病毒 influenza A。啊，第二个就是讲，即种流感病毒伊是伫倒位发现的？像即种伊写福建就是福建，伫福建即个所在发现的，所以就写伊发现的所在的名。啊，第三就是病毒株的编号，像讲411、411，就是讲啊，这个编号是安尼。啊，第四个就是伊发现的年代，像讲伊是伫2002年发现的，所以就写2002。啊，上尾其实是咱上接看到，像讲 A 型流感病毒，用伊身躯顶上外口的一寡蛋白质来区分，啊，伊即类就叫做 H3N2、H3N2，像安尼。好，啊 H 甲 N 代表啥物意思？就是即个流感病毒的表面啊有一寡蛋白质，啊 H 就是 hemagglutinin 就是血球凝集素，啊 N 是 neuraminidase 就是神经氨酸酶，啊，即两种会帮助流感病毒进入咱的细胞，佮协助伊的复制。啊，流感病毒是安怎传播的？其实这就甲一般的呼吸道感染的病毒拢差不多，拢是烂球感染甲接触传染。啊，所以咱就是爱离破病的人较远咧，爱洗手挂喙啊，莫互人喙啊还是鼻啊即种喙烂鼻水接触到，还是讲咱食物件正常爱洗手啊，手莫摸咱的鼻啊、目啊、喙。啊，潜伏期一般是1天到4天，平均是2天。啊，其实伫发烧进前1天到2天，就会开始会当就有可能会喂互别人啊，这就是传染期，会传染的期间。啊，到发烧了后的5天，拢有可能会有传染的可能。啊，伫症头出现以后啊，3天到4天以内啊，传染力是上强的。好，啊，先讲上厉害的一种流感病毒，就是 A 型流感。A 型流感其实除了人啊，嘛会感染野生鸟类啊、家禽、猪甲马即寡饲养类的动物，鸟类甲饲养类拢是伊感染的对象。啊，病毒的表面有3种蛋白质，
会扑出来，就是拄则讲的hemagglutinin 就是neuraminidase 这类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有啥物功能呢？第一种就是血球凝集素，就是 hemagglutinin，伊就亲像是锁匙，细胞要进入咱的，毋是细胞，流感病毒要进入咱的细胞内底，爱有一支锁匙甲迄个大门开开。这血球凝集素的若像是一支锁匙，会甲细胞的大门开开。过来就是神经氨酸酶，这是 neuraminidase， 这是讲病毒伫咱的细胞内底，甲咱的细胞当作是伊的工厂，制造足侪细胞，制造足侪病毒出来。足侪病毒伫咱的细胞内底，伊必须要互咱的细胞破开，爱破坏咱的细胞，互咱的细胞破去。这病毒才有法度为细胞内底进入咱的其他的组织搁去找别的细胞，搁进入别的细胞内底，搁会当复制搁较济。所以伊爱为细胞内底出来。伊要出来的关键就是这神经氨酸酶 neuraminidase 这种物件。A 型流感伊内底微传物质，伊的 RNA 伊的基因变化足快速的。所以伊咧变化的时阵，有当时咱的免疫系统就毋知影这是伊熟悉的病毒。虽然讲以前有感染过 A 型流感，毋过当伊变化以后，就变做若像一种新的病毒。咱的免疫系统就无熟悉伊所以咱流感毋是讲得过一届就永远袂搁得着，毋是像一寡较袂变化的病毒共款。所以咱逐年的秋冬拢会注射流感的预防针。逐摆注的可能拢有小可无共款，就是因为伊一直咧变化。叫伊变化的时阵，由咱大部分的人变做拢无感染过，所以会变做是世界的大流行。所以讲到世界大流行为有历史的记录以来其实拢是 A 型流感，拢毋是 B 型、C 型拢全部拢是 A 型流感。这 A 型流感上早有记录就是为19世纪就有像讲啥物亚洲的罗西亚的流感西班牙流感亚洲流感、香港流感、罗西亚流感。到较最近的2009年的流感，这逐摆的流行拢是啥物1年、2年、3年遮尔久的时间，死亡的人数有济有到几千万人。这种死亡的人数像讲1918年西班牙的流感，这可能比迄阵的世界大战1914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搁较济。流感咧流行的亚型，像讲这 H1N1、H2N2、H3N2 这逐摆拢有小可无共款。好，搁来讲到 B 型流感，其实伊的变化，伊基因的变化比 A 型流感较少。较少的意思就是讲，咱身躯内底的免疫系统较会熟悉伊，所以伊较袂变做世界大流行，但是伊会伫一个区域内底咧流行。甲 A 型流感无共款 ，A 型流感通常咱会讲啥物 H 偌济、N 偌济，毋过 B 型流感就毋是安尼区分，伊是干那两个系，伊用语叫做 lineage， 两个系。这两个系就是一个叫做Yamagata，一个叫做 Victoria。Yamagata 就是日语，若是日语写做汉字就是山形的意思，山形 Yamagata。另外就是 Victoria。好，咱有当时有症头咱嘛毋知影到底是感冒还是流感。若是来
互医生看的时阵是安怎知影讲你是流感，还是讲会药看卖讲你可能是流感，要去做一寡检查。上重要当然就是你的症头是安怎，像讲咱伫较头前有讲流感甲一般的感冒伊症头有啥物无共款，啊，佫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接触史，就是讲你身躯边敢有啥物人嘛有得流感无？若是有，其实伊是足够传的，所以若是厝内有人有得流感，啊你拄好嘛有发烧，啊有一点点啊，若像感冒的症头，这你得流感的机会就足悬的。啊，第二就是讲是毋是伫流行季，因为流行季足侪人拢得流感，即个时阵你若有典型的症头出现，啊，即个时阵去药讲哦，你有得流感，这可能性就足悬的。要安怎确定？确定当然你伫流行季，你有接触史，其实你个你有症头，就会当直接讲你就是流感，就会当开始食药啊，因为这机会足悬的。啊，当然若是搁较无遐尼确定，想要用一寡检验来确认，安尼就爱动鼻腔。因为动鼻腔到底是咧验啥物？动鼻腔有两种检查，一般大部分拢是咧验快胎。这快胎这个检验的原理是一种抗原抗体的反应，就是讲咱伫快胎的迄个盘啊顶悬有放一寡抗体伫内底，啊伊会去掠咱身躯顶的流感病毒的抗原，若是掠着抗原，伊就有用一种色来表示，所以讲两条线就表示讲你是阳性，你就是得流感嘛。这是速度足紧的，费用嘛足俗的，当然拢是健保啦。啊，毋过伊的表示啊，通常验着流感 A 型阳性，就表示讲你是得 A 型流感，无毋对。毋过有当时啊，咱验着 B 型流感的阳性，第一种可能是你真正是得 B 型流感，毋过有别的病毒，定定是腺病毒甲新冠肺炎的病毒会甲B 型流感的抗原就相像的，所以验着 B 型流感阳性，无100%表示讲你就是得 B 型流感，嘛有可能是别的病毒。啊，过来就是咱若是快筛验着流感是阴性的，你就是敢若出现一条线，无第二条线。这嘛无一定代表讲咱无得流感哦，因为伊有伪阴性的机会，这个机会差不多有2成到3成左右。搁有另外一个检查，伊会当叫做黄金标准 （Golden Standard），就是叫做 PCR。PCR 伊的全名足长的，叫做组合酶连锁反应，英语叫做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啊，这种检验啊，伊是直接去掠这种病毒的一寡微传物质，所以若真正掠着，通常会当讲100%表示讲你有得 A 型还是 B 型流感。啊，若是快筛验着，像讲 B 型流感是阳性，但是咱临床有怀疑讲伊是别款病毒，嘛会当用 PCR 来确定到底是 B 型流感还是其实这是伪阳性。啊，若是 PCR 验着阴性的，通常代表讲就是无流感嘛，若是检验迄是正确。啊，就伊就是一个黄金标准。啊，毋过一般较袂伫门诊，也是讲急诊，就直接用 PCR 来确定，因为伊要检验的速度较慢，成本较悬，毋是用来做一般的诊断，这是放伫后壁的。好，啊，一般流感症头就像较头前讲的，啊，毋过啊，咱搁较爱烦恼的，其实就是流感的并发症，一寡身体较虚的啊，有骨肠病啊，还是讲是大人啊，得流感本身也无遐尼互人烦恼，啊，毋过若是有并发症，就较严重啊。囡仔人的并发症较侪是甲脑炎有关系，脑炎就是病毒
会影响到咱的脑，有人的一寡神经的症头，像讲一直吐啊，身体足虚的无清醒心脏嘛有可能会影响到，就是有心肌炎，也是讲心筋炎，若是心脏发炎，就较会跳袂叮当，有诶边仔会积水，嘛是会感觉人足虚足神诶，会喘，个肺炎是死大人较济，若是着肺炎，就是痰会足济，会扫袂停，个嘛会感觉喘。好，咱为着无想要得流感，所以即马政府拢会提供公费咧注射流感的预防针。即种预防针，即马是满6个月以上就会当注射。这是伫囡仔来注射的时阵，问诊定定会问的问题，就是到底偌大汉，其实6个月以上就用注射。到入国小以前拢会当伫病院注射。毋过为国小开始到高级5专1年到3年的学生，高中高级5专，这拢是伫学校做伙咧注射，除非讲有个人的理由。公费即马开放。到50岁以上的成人，以前是60几岁以上才会使，即马开放到50几岁以上就会使公费咧注射。佫有一寡久长慢性病病人也是讲像大箍罕见疾病患者，甲重大伤病患者嘛会使。有新的妇人人，所以有新一个注射到6个月以内婴仔的父母，因为6个月以内的婴仔也伤细汉，袂用注射，所以其实伊身躯边的人，若是有注射流感的预防针，就对伊较会当保护。因为身躯边若无人有流感，伊嘛较袂互人袂着。佫伫幼稚园的人托儿所的人佫有一寡长期照顾的机关迄内底照顾人员、医术人员甲防疫人员。好，流感的预防针，为旧年就是2023年开始，伊是改做2A、2B，两个 A 型、两个 B 型，搁较以前是3价，即马是4价，4价差伫倒位就差伫 B 型流感，以前是干那一种，即马是2种，B 型就干那2种尔，就是Yamagata 甲Victoria 这2种，就2种拢伫内底。搁2种 A 型的 ，A 型的到底是倒2种 A 型流感足侪种的，其实迄是年头的时阵会先要看卖到底年底秋冬季今年会流行倒一种 A 型流感的病毒，迄阵就开始药后以后讲倒2种以后就开始做流感的预防针，到年底的时阵开始注射，这拢是用药的，所以若药的是正确的，可能注射以后就较袂流行。毋过药的若是有前差，可能秋冬季流行的情形就会较严重。注射的期间通常拢是逐年的10月到过当年的正月左右。注射的目的毋是完全互你袂着，毋是讲注射你就袂着流感，是要预防流感的重症，像讲拄则讲的脑炎、肺炎心筋炎，所以毋是讲注射就袂着流感，毋过较袂遐尼严重。好，若是真正着流感，有一寡药当然若是症头较轻的，你无食药嘛无关系，嘛无要紧。毋过若是有一寡危险因子，像讲年纪较大汉、伤细汉免疫的功能不全，还是啥物有黑骨糖尿病、心血管的问题、气中肝腰子即款久长病是讲伤大箍，这得流感会反而讲会有一寡并发症无，所以这就建议讲会当食药公费嘛有补助，就是会当用公费食流感的药通常公费的药有3种，较常看到的啦，就是第一种就是用食的，这是学名叫做oseltamivir，商品名就叫做 Tamiflu 克流感。
啊，第二种就是用输的，输入去细管内底，叫做 Zanamivir，啊，商品名是 Relenza，水洛沙，啊，这是用输的。啊，第三种就是通常是用伫流感当中，毋过在用的时阵就是爱大声申请，所以一般是用自费。啊，这是用注射的，若是无法度食药的人，嘛有可能会当自费啊用注射，毋过再看病医有开放无。啊，学名是Peramivir，商品名是 Rapidacta，水贝塔。好。啊，到尾啊，就是关于流感啦，只总讲一句，这上重要就是爱注意个人的卫生，爱接洗手，啊，若是有破病，爱挂喙安，啊，着请假伫厝休困，因为流感足够传的，你若着着，伫发烧的前2天到发烧以后的5天以内，拢有可能去喂互别人。啊，逐年秋冬季的时阵开始注射流感的预防针，就爱去注射。啊，注射预防针是对咱的健康有帮助，较袂着流感的重症。好，啊，今仔日即个主题就讲到这，啊，多谢大家。